在上海做健身教练的话，一个月收入大概多少？不一样吧，有时候有3万，有时候1-2万。Oynasın bu yanığı taşlap oynasın. Saçıga askan lintisini yanığı taşlap oynasın.大家好，我叫迪拉子。Assalamualaikum， 我叫Jawhar。哪里人？新疆人。新疆。在上海做什么工作？我是健身的。健身几年了4年。4年。对。展示一下，哦呦呦呦，屁股翘的话需要练深蹲吗？对。需要练多少？你笑什么？在上海做健身教练的话，一个月收入大概多少？不一样吧，有时候有3万，有时候1-2万。你呢？他有钱。哦，他很有钱吗？对。对的，你看他好玩啊。哦，他都有钱人，怪不得你笑得那么开心。每天都喜欢笑吗？对。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很开心？对，挺好的。你们一个月在上海能够花多少钱？1-2万吧。1-2万。对。你们平时听说唱吗？会一点点吧。你呢？我不会。你不会？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？我喜欢听新疆歌。哦，给我说一首你最喜欢的新疆歌。Yanığı taşlap. Oh yanığı taşlap. Oynasın bu yanığı taşlap oynasın. Saçıga askan lintisini yanığı taşlap oynasın. Yanığı taşlap oynasın是什么意思？就好好玩。开心的使劲笑。对。可以教我一个新疆话说你好漂亮。这是白克特的来干事。如果2位出去玩，最爱的舞步叫什么名字？Feel the fire.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a Welcome to my Shanghai. 哦，阿甘，你们好的吗？好久不见。今天我们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餐厅，有空在上海的朋友们直接去安排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在上海见到粉丝宝宝了，简直是一个大帅哥呀！哦哟，在上海的美女们可以去那家餐厅打卡哦，真的，帅哥超级粗，还可以脱单。其实我也想留在上海，天天看帅哥。